喺結婚嗰陣時，佢哋自己啲財務搞得唔清唔楚咧，咁到離婚嗰陣時都搞得唔清唔楚嘅。係應該先了解下個法律程序，同埋最緊要就係個自己所處嘅身份可以做到啲乜嘢。揾到一啲雙方都接受到嘅共識，對雙方嘅心理同埋經濟壓力都能夠舒緩。喺高低起伏嘅人生，可能會遇到唔同嘅波折。例如面對婚姻危機嘅時候，難免會感到彷徨無助。要經歷呢個階段，可能都需要對面前嘅路有更多嘅認知。需要離婚嘅人，佢要了解咯。喺香港離婚咧，一定要去家事法庭申請，係一個法律程序，好似打場官司咁樣嘅。就算你哋雙方同意都好，喺法律上咧一個原因嘅啫，就係婚姻破裂到無可挽救嘅地步。香港嘅法律程序就先分開，將離婚同埋一個叫做附屬濟助，咁嗰即係處理嗰啲贍養費啊、子女撫養權啊嗰啲咯，咁就係兩個部分嘅咁咯。咁啊先係處理咗離婚，離婚通過咗啦，可以啦。咁然後咧就要處理埋嗰啲贍養費啊、財產分配啊、子女撫養權啊，咁都完全處理晒啦，咁先至係一個完成咗離婚嘅程序嘅。一般都需要或者半年或以上嘅咁好視乎法庭嘅時間上嘅安排咯。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，2024年離婚判令按年增加超過半成，去到超過18000宗，係疫情後最高。鄭律師表示，喺處理眾多離異嘅事情當中，最受關注嘅往往都係有關財產分配、贍養費同埋撫養權嘅問題，而爭取撫養權嘅時候帶嚟嘅爭拗亦都比較多。有啲人有個錯覺嘅，覺得邊個經濟環境好啲咧，就會攞到撫養權㗎啦。咁呢個其實絕對唔係嘅。法庭嘅睇法，家庭離異對小朋友嘅影響好大，心理影響都好大。盡量咧喺呢個巨大轉變底下咧，將呢個轉變減少。咁就算撫養權覺得冇得爭啦，咁喺個探視權，咁喺嗰度咧都好多時會有爭議，甚至咧係拖到喺離咗婚之後咧，都係經常有拗撬嘅。除咗盡快徵詢法律意見，鄭律師建議可以按照自身嘅實際情況同埋需要，考慮以調解方式處理離異問題。而家法庭鼓勵就係調解啦，咁其實尤其家事添啦嚇。咁我哋有一句老説話，清官難審家庭事。咁喺香港都有好多呢啲係家事調解服務，咁應該係第一步做咗呢個先嚇，咁然後先再考量下一步。咁兩個意見都要攞咯，調解方面嘅意見啦，律師嘅法律意見啦，咁知道自己將來會有咩發生喺自己身上，可能會要做佢嘅預備啊，咁呢度係最好嘅考量咯。香港贍養費嗰個 project 撥款嗰度有冇聲氣？即係關於呢個提供家庭輔導服務嘅機構，24年前成立調解中心，透過培訓認可家事調解員，提供家事調解實習督導等等嘅形式，協助有需要嘅家庭處理離婚同埋相關事宜。調解嘅好處係可以俾雙方從對抗轉向共同解決問題。喺保密和平嘅氣氛底下，雙方互相了解彼此嘅狀況同埋困難，共同尋找解決嘅方案。喺現行嘅計劃資助底下，呢個機構每年處理大概260至280宗離異個案。而如果雙方能夠達成共識，調解員會協助草擬和解協議書，確保符合相關嘅法律要求。喺簽署協議書之前，調解員會鼓勵雙方諮詢獨立法律意見，最後會安排雙方簽署協議。經過調解之後嘅和解協議書係具有法律約束力。由於和解協議書係由雙方一同參與建構，可以減少將資源用喺法律層面嘅訴訟，亦都唔需要等待法庭嘅排期，流程更加迅速，能夠大大咁節省時間。面對離異，結果未必盡如人意，不過喺困境當中，可能仍然有選擇能夠盡量掌握。我哋都希望調解咧，其實唔係淨係帶住自己一個
方案嚟到，希望對方應承或者純粹去聽對方嘅一啲諗法。過程都好希望佢哋彼此諒解對方嘅處境啦，同埋關注。咁調解嘅精神就係咁樣有商有量，互讓互諒咁樣去達成一啲大家接受到嘅共識。